常年期11週以雙數年列王紀上21章17到29節，馬竇福音5章43到48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6月16日，耶穌基督這幾天，主耶穌在福音裡面給我們的做人的教導，都是很超越梅瑟、孔孟、柏拉圖、蘇格拉底以及佛祖的教導的。而且耶穌不單單給我們這些教導，自己首先實踐了所教導的。今天要基督徒們愛仇人，自己就是愛仇的最高典範，而且不只是情感上寬恕仇人，也為仇人罪人的罪的赦免付出了最大的代價。人犯罪是有內在必然的後果的，就是痛苦和死亡。所以痛苦和死亡不是天主外加給人的，罪人要為自己的罪，或者別人要為罪人的罪作賠補，這是公義的要求。耶穌為了讓罪人得到寬恕，不致死亡，承擔了他們的罪的後果，替他們的罪做補贖，以自己的生命作贖價。常言道，沒有廉價的恩寵，天主要給我們寬恕的恩寵，也是要天主付出代價的。我們的天主跟其他的神明不一樣，不但希望罪人悔改，為罪人得到生命而犧牲自己的生命。天主不願意任何人因為犯罪而喪亡。今天讀經1，阿哈布懂得悔改。我們可能覺得奇怪，但是不應該奇怪的是天主對悔罪的阿哈布的寬恕。我們都犯了罪，都需要天主的憐憫和寬恕。而天主確實已經不只是口輕輕地說寬恕了我們，還為這個寬恕付出了最大的十字架的代價了。天主像慈母一樣對他叛逆的孩子說，只有這句話：回來吧，回來吧。主耶穌為我們的罪做了決定性的賠補，我們因此不至於喪亡。但是我們對自己的罪也是應該做一些補贖的。罪人對自己的罪做一些補贖，其實對悔改的罪人本身是一種很必要的了，因為人心深處都有追求正義的渴望，悔改了的罪人也有這渴望。這是為什麼阿哈布藉有他的兒子，也就是他自己父子一體的概念身上做一些補贖。